3月31日美股前瞻。一、特朗普表示，將於本週宣布的對等關稅的徵收對象，將包括全球所有國家，預計平均實際影響將增加9個百分點。進口成本上漲對通脹的影響巨大。二、高盛在今日凌晨的研報中，大幅上調了其對美國2025年關稅的預期，並警告稱貿易緊張局勢升級，或將嚴重影響經濟增長、通脹和就業。三、馬斯克重組 AI 帝國，以全股票交易方式收購估值450億美元的 X。分析師認為這是馬斯克整合所有業務的第一步，這筆交易使馬斯克成為 AI 領域的關鍵參與者。四、據報道，蘋果公司正計劃進一步擴展其衛星通訊網絡，這一舉動激起了馬斯克的不滿。SpaceX 已向監管機構發出呼籲，要求叫停蘋果公司的衛星擴張項目。這是一場關於頻譜資源的爭奪戰，也是對未來太空通訊市場主導權的爭奪戰。五、上週五美股大幅下挫，納斯達克的直接跌到了震企穩區域的下緣了，日線級別上已經出現了底部背離的雛形，這個位置依然是第一試探位，關注週一支撐情況。